泰國嘅 BOI 優惠政策類別咧，主要分為 A、B 兩大類，其中 A 類嘅稅務優惠同埋非稅務優惠待遇咧相對較多，而 B 類嘅優惠待遇咧就相對較少，並且咧係冇企業所得稅豁免嘅優惠嘅。好多時候，貿易公司咧申請 BOI 咧，未必能夠獲得通過審批，就算獲得通過咧，都會歸屬為 B 類嘅。由於 B1 同埋 B2 類咧不涉及高新科技產業 ，B 類企業係冇企業所得稅豁免。同時 ，B 類企業申請 BOI 嘅時候，需要符合以下嘅條件：一、註冊資本必須以電匯形式通過匯款到泰國開設公司嘅銀行帳戶裏邊，以獲取匯款證明。尤其是中國境內嘅企業，電匯註冊資本必須要通過 ODI 境外直接投資嘅形式進行。申請 ODI 手續繁複，若果涉及國家敏感嘅行業，必須要經過國資委外經貿部審批，流程以年起計。透過 IEAT 自由貿易區形式成立嘅公司，相對較為靈活㗎。二、BOI 整個申請至成功批核到完成公司嘅成立，快則以9個月至1年起計。過程需要就投資方案制定詳細計劃書，經過多個部門審核，每年定期提交營運報告。若規定時間36個月內未能達成指定嘅指標，例如承諾為本地創造一定數量嘅就業職位同埋生產總值等等，會導致 BOI 優惠被取消。然而 BOI 申請本質上較適合高新科技同埋生產型企業㗎，所以喺泰國開設貿易公司唔一定要申請 BOI， 可以選擇喺 IEAT 自由貿易區裏邊成立100%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，營運咧相對靈活㗎。歡迎私信我哋嘅專業顧問了解更多。